行政院长苏贞昌上月14日回国就任阁揆，由媒体今24日公布满月施政满意度民调，结果显示，民众不满意度逼近50%，满意度仅40%。对此，苏贞昌表示，当行政院长不可能满意度高，希望开低走高，尽量做事解决民怨，希望能够得到各界支持，为福国利民做事。苏贞昌上任迄今已满1个月，苹果日报进行施政满意度调查，苏揆的满意度40.28%，非常满意25.85%，还算满意14.43%，不满意度49.48%，不太满意15.19%，很不满意34.29%。不知道，没意见10.24%。苏贞昌24日上午视察国道1号增设衔接台74线系统交流道计划预定的受访时表示，当行政院长不可能满意度高，希望开低走高，尽量做事解决民怨，希望能够得到各界支持，为福国利民做事。另外，针对国民党立委赖士葆在立法院质询时提到，总统蔡英文民调持续低迷，苏贞昌有没有可能取代总统蔡英文出来选总统？苏则简短地说，不会，谢谢大家。